睇到咧，沙田站非常之罕有嘅一個房嘅租。我今日要介紹嘅咧係呢個惠苑，上面咧有389尺，佢屬於一個中型嘅兩房，咁業主改建一個房。咁個廚房中間咧都有裝修，咁啊而家咧我哋都話咧將個土地下優先就1年。一入到嚟大門口就見到個客飯廳，咁有個儲物櫃，門口亦都有一個儲物櫃。咁啊廚房做咗半開放式嘅廚房，可以明火煮食。咁廚房進入浴室，咁浴室亦都係有一個新嘅裝修喺度，會俾啲浴缸。咁咪望一望個客飯廳，咁啊客廳片窗就向翻山景，向翻呢個向北為主，露台嘅。OK，咁我哋望下個主人房，咁啊主人房都係望翻個單邊山景，呢個維園咧佢係屬於呢個沙田站嘅單邊位置，咁你遠望都望到呢個大圍嗰邊嘅視野，望到呢個校莊，咁亦都配備有對流窗。咁業主做咗個大型嘅油壓床，咁啊有一個櫃。